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沈瑶在哪儿？玉大哥。 已经死了。说什么？天机12宫重聚作恶，我劝过他，但他负隅顽抗。邢律司没其他办法。我不信，于大哥，于大哥。 铁证如山，我亲眼所见。沈瑶重伤，坠入悬崖。公主，节哀。于大哥。 玉大人，在后门发现了这个宫女，她声称是给公主送膳的，但行为举止却鬼鬼祟祟，一看就有问题。果然，发现了这封密函。又是给公主通风报信的，烧了它。是。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回玉大人，我一直服侍公主。玉大人，我真的……好了，压下去。大人，我们难道就要一直这么关着、守着公主吗？ 公主和亲之日，马上就要到，绝对不能在这种时候有任何差错。可是沈大，逆贼月寒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现在还有谁能蛊惑得了公主？公主和亲在即，我们一定不能心存侥幸。昨日刘侯已经吩咐，不管怎样。 一定要守护好公主，其他的事情我自有安排。是。哎呦喂，王子，王子，这可是杀头之罪啊！王子，这可是杀头之罪啊！王子，玉总捕，你的人也太有意思了吧！玉大人。 赫连王子，这些禁军若是衣冠不整，丢了王家威仪，可是要军法处置。玉总捕，你别吓唬我了。那你处置吧，我看着。王子饶命！
沈瑶，沈瑶，沈瑶，万云灵，万云灵，大哥，是我，是16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快醒醒啊！大哥。 你是谁啊，大哥？你醒了，我是16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带你去最安全的地方，找人给你治伤。朕听闻，众卿对和亲之事非议颇多。陛下，臣听闻，公主屡次出宫。 与12宫贼子沈瑶交往甚密，实在是有失国体。这本奏折是你呈上的吗？回陛下，是微臣的。公主岂容你们非议？微臣不敢。不敢。不敢。 当年镇银案把罪推给刘侯的是你们，我忍痛割爱，用公主和亲换边境安定。然后呢，非议公主的又是你们，你们还嫌他们牺牲的不够吗？我为君为父，王家天伦本就难全，镇银悬案多年未决。 要你们何用啊！陛下，您大病未愈，切忌气大伤身呐。杜兰楚，你掌管刑律司，案情有何进展吗？陛下。 前几日，微臣手下玉长风绞杀12宫，现在乱党已全部绞尽，陛下您可以安心了。你，镇银案一事其实已经有了满意的结果。皇上，您亲口说罪责皆在刘侯监运不力，按理说早已不必追查了。 可臣丝毫不敢懈怠，好不容易和玉捕头共同设下妙计，将当年参案的所有12宫人员，以及沈瑶、邱仪、裘伯英等贼子一网打尽。陛下还要什么结果？你。 16，你别担心了，这里是天机12宫总坛旧址，这里很安全。红吞姑娘，这2天辛苦你了，谢谢。他已经没事了，应该很快就会醒来。阎王殿叛逆月海，你可认罪？我何罪之有？ 岳崇山盗取镇银，致使宫中兄弟被朝廷追杀，此罪一也。刑律司对12宫赶尽杀绝，你却私自加入刑律司，此罪2也。毁掉12宫圣地天宫总坛，令先辈的付出毁于一旦，此罪3也。月海，这桩桩件件，证据确凿。 俱是违反宫规之行，你还想抵赖？我抵赖？你们不由分说就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，还说我抵赖？崇山是什么样的？你们难道不清楚吗？你们一味的埋怨阎王殿，
难道没有人想过此事出奇吗？难道你们都觉得一味靠着对阎王殿兴师问罪，朝廷就会因此对12宫网开一面吗？我进入刑律司，就是为了查这一案的真相。正当刑律司处处为难阎王殿之时，我已经查到了有人在判决之中做了手脚，而且这一案牵扯到阎王殿，甚至朝廷也参与其中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们说我背叛，说我背叛12宫，进入了刑律司。总坛虽然神圣，但是因为一个总坛，就要牺牲12宫所有的兄弟吗？不放弃总坛，12宫就永无安宁之日。你们所谓的证据，只不过是来自你们内心的揣测罢了。大哥，石榴，你醒了。红彤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没事就好。我爷爷想见你。你爷爷？嗯。杜兰处在大殿上，想掩盖镇银案的真相。我不能让他得逞。我要瞒着父王，悄正出宫会一会他。夫人已无大碍，安心静养即可。请。夫人的病情如何了？少妇无需担心，夫人只是惊吓之症还未消退，需再温补几日。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我听闻太医的幼子一直想要习武，却不得其法，我便命人将公子送进了讲武堂，以解太医心头之忧。少府公务繁忙，还惦记着下官的家事，给少妇添麻烦了。应该的。这。为夫人看诊，也是下官的福分，岂敢再收少妇的赏钱？
子。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问你话呢？赶出去！让开！让我进去！下官先告辞了。不送。让开！别拦着我！让开！放手！住手！刘侯殿下，拜见刘侯！拜见刘侯！拜见刘侯！本侯前来求见少府。大哥，来。大司坛，请坐。慢点。阁下，就是浮云老祖林燕。正是。晚辈见过4位老公主，听闻4位老公物要呈现。这是北定帅的佩剑。正是。他现在在何处？将军托我给您带句话：斯人已逝，望大司坛保重前程。大司坛应该知道啊。天机12宫成立以来，问心无愧，行侠仗义，可却遭人暗算，陷入阵银案。唉，本来我们都以为山穷水尽了。不过朝廷中北定帅却一直在帮我们调查真相。这是将军托我给你带来的一封信。约翰。知道有人在修改档案，而且步步被人所知，只查到零星线索。我想，只有解决所有疑问，才能拯救天机12宫。杜兰初对我们赶尽杀绝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不过现在情势已大有不同，北定帅将阵银以及事情原委全部交付王上，天机12宫已无禁忧，自此不会被绞杀。你父亲岳重山临死前将另一幅图藏于12宫总坛密室之中，才能帮助北定帅找到阵银。若是此图至关重要，当是父亲的，为什么不把这幅图留给我呢？这是为何？此事危险之极，非一般人所能解决。连我等都没有告诉，只与玉国璋2人
商议绘图埋藏之事。将两幅图相叠所现的地点，正是丢失的镇银所埋藏的位置。你父亲岳重山拼死救下岸上的镇银，正是藏在了现在这个隐秘之处啊。所以，他们就分成2张图了，是因为害怕另一个人知情。父亲和12公因为这件事情牺牲了太多，我一定要还大家一个清白，还世间一个公义。12公的兄弟不能再死了。12公的兄弟需要的不是一个大斯坦，他们需要的是一根主心骨。我准备解散林香坛，让姑娘们自寻生路。父亲，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。重振12公。北丁帅传来消息，京城发生巨变，但库容兵蠢蠢欲动，他无法离开边境，只能恳求12公尽弃前嫌，进京护驾。我答应了他，将带领12公走上正道。各位前辈，请留步，接下来的路由我和16同行便是。贤侄此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多谢前辈，在下告辞了。道阻且长，大斯坦保重。保重，保重。各位前辈请安心，行则将至，在下一定不负所托。告辞。不要再隐瞒，明明已经查清真相，为什么不将真相告诉父王呢？这样最好。父王会杀他，他一定不会包庇。你刚刚能够振作，这样的举动，父王一定会再责罚你。父王承受的太多了。
儿臣这次宁可被您责罚，也要将这谜案彻底了结。